2020年，新北市金山公所一个小编陈家伟因为过劳死亡，家属提出告赔，也毋过新北市政府是认为讲，伊是自愿加班，所以拒绝赔偿。后来家属又搁提起国家赔偿的诉讼。今年的8月30号，家人地方法院一审是判家属胜诉，金山公所爱赔家属373万，这案是当搁上诉。 我都不要再想了，我是很累了。陈爸爸讲出这几年来的辛苦，新北市金山区公所新媒体组长陈家伟，2020年伫厝内过劳死亡，伊的家属提起836万元的国赔诉讼。今年8月30，家人地方法院一审宣判家属胜诉，判金山区公所应该赔陈家伟家属计共373万元。陈家伟在过世前6个月，他每月的加班时数。 最高有高达124个小时，那平均下来呢，也有108个小时，这个叫做异常工作负荷。那金山区公所，它依法是应该要去预防这个状况发生，但是金山区公所没有做任何的行为。 陈家伟2020年过身了后，陆部认定过劳，家属提出国赔申请，但是新北市政府认定伊是自愿加班拒绝赔偿，才行到国赔诉讼。虽然判赔的金额参家属要求的是差了400多万，但是家属表示未主动提起上诉。我也尊重司法的判决，目前不想上诉，希望金山区公所这种判决不要上诉。如果很不幸的金山区公所仍然执意要提起上诉。 那陈爸爸和陈妈妈也很无奈的，必须这个奉陪到底啊。那甚至也不排除提起附带上诉。对此，新北市政府回应尊重法院的判决，目前也正在参金山区公所法制单位甲委任律师进一步讨论，甲会上诉。目前正在研议当中。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。